牛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无，唔是，这吼自我反应有较紧无唔对哦，但是我头壳无一定比你较巧啊，我若万不能用唔对，我万不能若用唔对，你嘛是有机会嘛。不要紧，你先学哥哥摇者，无定着伊会摇唔知。金门的特产，沙梨，这个啊，迄个海产，但是用油落去。海产有无？海底咧烧的迄种啥？一尾用油落去，咱嘿，另外一种你再去啥？油较少的，你再去看，油较少的。对啊，后来咱起厝拢用会着，爱敲什么？十二。这个来啊，初一十五爱拜什么？十二。唔是来，这个来啊，两个字，咱即摆咱讲烧书吼，我讲书的爱请啥？两个字。两个字，不是安尼，第一个安尼，请什么？一地大地。过来，啊，嫁娶古早人无车，拢爱讲什么？两个字。讲什么？这个。啊，迄个啊，失火拢爱敲电话叫人三个字，迄个人叫什么？来，哦，一款蔬菜，但是是规条的，啊，外口是粒一粒。水。哦，大家人厝里拢有，啊，物件放入去，出来拢凉凉。来，啊，这哦，阿姑的某咱来叫啥？这个来，啊，我较早拢什么两个字哦？啊，迄个人叫啥？迄个人叫这啥？是一种职业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。对，来，啊你也算怕输。pass，来，透早拢爱食什么？两个字，唔是用煎的，用这个。两什么？两安尼，这个来，大家拢讲啊，无我讲过去啊，十个字，你也使后背哦，记得。后背哟。大家拢讲家己啦，大家拢讲家己，真热有无？是啊。好来，我拢老歌，你家真正的，拢白，唔知要讲啥话。厉害！好来，看分数。嘿，因得到14分咯。就是其实因的音拢足准的呢。是。啊，我想要甲恁分享的，就是讲迄个土地公吼，就是有人拜初15，啊有人拜初26，对，嘿，所以拢无啥共安尼。啊，佮有来就是迄个有一个音吼，就是讲画家，譬如讲科学家、宗教家、作家，吼，所以咱家是迄个厝啊大家口迄款安尼，啊可能恁紧张的款，吼，所以真赞，拢真赞，好，多谢，谢谢。我以前嘛是共款无啥念台语吼，我是台北大汉的，啊，毋过我台语拢是拍戏了后才咧学的，啊，平常时甲阿嬷阿公拢讲甲无讲介好安尼。会记得真好呢，真正我拢讲少年真好。你甲讲一声，马上背起来。无啊，都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应该爱有的技能。赶紧的，好不好？开一下市。光头加油！好，光头加油！咱手放在另一点面。好，来，听我讲请手答，咱来当试哦，哈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炫成，我是一位气科医生。今仔日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咱人的喙齿有分做头前齿、甲齿，还有后齿。一般来讲，拢总有32齿。请问其中有几齿是头前齿咧？请问一个大人的头前齿，就是门牙，拢总有几齿咧？嘿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哦，光头。两粒，两粒，两齿，你是讲这两粒？后尾两齿。这两啊，上大粒的是两粒，是两齿。确定？唔知下面敢有算？嘿，你用收掉的啊？安尼要几齿？两齿啦，两齿，是啦，下尾两齿。是，好，确定哦。对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两齿？
唔是，意思就是讲爱搁加倍起你就对啊。对，啊，他给你嘿。好，来，吴山诶，8粒8起背起，是都不会去， 8起。为什么？顶悬4起，下面搁4起，是，哦，拄才有钱一个应该是差不多4起。你看伊喙齿你就知就水的啊嘿啊是背起。不会去。 8好起，，我问老师哦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背起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想袂到舞台剧应该会使知影，争气有8起，恭喜你就第3分咯。是啊，32起，有当时啊真复杂，其实敢若袂啦。嘿，咱听老师来解说了，很知影是安怎是，毋是2起是4起，毋是4起是8起，吼。来，老师，好，喙齿医生已经分甲足清楚啊，吼。是毋过就是讲，咱头前迄个头前齿，伊阁有其他的名称吼。第一个就是较无好听的西背齿，因为古早无名纸，所以平平的所在就拢叫做西背齿，也是前齿、头前齿。嘛有人讲伊是像蒙白共款，所以叫做蒙白齿，吼。蒙白齿啊，拢总有八齿，为什么8齿？因为你若去就是讲，你去面试的时，人讲爱笑8齿，毋过阮查某囝足古锥的，伊就讲老师讲阿母，啊你若要笑8齿，毋爱笑中迄8齿，我歹势比互恁看。所以咱一般8齿是有包括迄个角齿，啊，毋过咱的门齿就顶悬4齿，下底4齿，啊若落无去，你就下尾2齿。哦。罗罗，唔免等，嘿，免烦恼你老的，嘿，你等下凊彩摇，你可能会摇到哦。对啊，真正呀，我袂骗你啊。真的，是，所以讲咱这边嘛是算轻松就对啊。无压力啦，无压力啦。我较无压力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无较搞啦，真的免烦恼啦，哎呦，免烦恼，免烦恼哎呦。嘿啊，无你让伊者啊。可以先吃啊，我哋乌牛翅啊，对不？哎呀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毋过你对我，唔对，你戏的内面遐尔好，私底下咱嘛是爱当然咯当然定爱啊，是对啊对啊不？我这就是爱拄啊讲这戏哦，你对伊无好啦，哦，无啦，我是较伤爱呀啦。无伊迄戏内底哦，其實是有愛啦，但是就是挑工哦，你按敢若意思敢若異性體較歹，但是伊迄個心嫩，嘿較嫩啊啦，歹势讲出来，嘿对哦。是因为你知影伊有某啊？啊，伊某在这啊。哎，阮咧戏真好看咧，我看对啊，啊，真正咱公司若是搁有迄落啊订报吼，通啊看。啊是第2季，你嘛是会使咯。對啊，嘛是嘿啊，個演啊，无毋对，无毋对，是好来，手放喺两个顶面哦。好来我请手答咱带当试哦，吼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嘉丽。今日出一个题目来考大家哦。这毋是一个动物，啊，毋过伊是一个虫。吼，来听斟酌哦。有针无线，定着会痛。有针无线，定着会痛。哎呦，听起来有够简单的啦。哦，紧要。定着会听哦，有一种糖。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啊，毋是要扭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无，唔是，这吼自我反应有较紧无毋对，哦，但是我头壳无一定比你较巧啊，我若万不能摇毋对，哦，我万不能若摇毋对，你嘛是有机会嘛。不要紧，你先学哥哥摇者，无定着伊会摇毋这对。这就是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自然反应啊。迄自然反应啦，你知无呢？对啊。我咧想啦，吼，来，啊，应该是芳啦，敢毋是？芳你啊，讲有针无线定着会听，啊，就芳啊，嗡嗡嗡芳啊。哦，你想的嘛是这吗？你想的无共吼？你想是啊，帮啊是姜，哎，有讲袂痒嘛？哦你讲会听袂痒了？哦，安尼我也唔对。我嘛唔知我对唔对哦，我嘛唔知伊对唔对哦，老师甲知影哦。我是用咱来问老师一下嘿好吼，老师是毋是芳？对，正确。好，来分
分数。恭喜得到第4分哦，不是挑题的，但是第4分摕到啊。拍摄。后来咱朴老师解说。好，拄则这是芳啦吼，啊，那芳啊是出门专食红露酒，吼，因为安尼就是食红露酒的素会吼，啊，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，伊的华语叫做蜜蜂，啊，毋过咱台语咱袂使甲讲蜜芳，吼，所以像迄个狮子，咱嘛讲狮，啊，老虎讲。虎，大象讲象，啊老虎讲，老虎讲过啊，乌龟讲龟，嘿，所以咱就是华语甲这个台语的这款对应，大家当去教育部商业司电去啊学习。好，来咱请回，阮看一下分数。